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上部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2場4班1,200米嘅囂將，第8場3班1,200米嘅香港仔，同埋第9場3班1650米嘅爆笑身上。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4場4班1,200米嘅勝在當下，第5場4班1,200米嘅電玩精英。就拱咗合夥飛馳出去，埋邊哥倫布夠唔夠位呢？最出啊嗰隻招招成一路內閃上緊嚟，壓埋嚟中間呢就至尊貴寶嗰度啊！出邊仲有2隻㗎，12神將啦，仲有仍然威風啦，最出仲有隻囂將，最後100零米至尊貴寶響中檔透出咗，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，招招醒響中間，出邊仍然威風呢就追咗上嚟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手到齊來埋邊，出邊有囂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招招醒有啲內閃，咁但係至尊貴寶重磅都唔怕你啊，一樣喺中檔穿上嚟贏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海南寶芝嚟咗1個身位啊，瑞木呢就攞緊平衡，響佢後邊追緊噶啦。中間位置仲係香港仔啦，大外檔上嚟係志滿同行啦，中檔仲有隻陸小鳳啊。最後100零米，香港仔透出咗啊，外邊追佢嘅馬有志滿同行啊。咁啊再見到陸小鳳中間呢，入邊呢仲有隻瑞木啊。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香港仔依然係佔先啊，外邊追上嚟志滿同行，兩匹馬相當接近要影相啊。第3名係瑞木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係香港仔啊，響埋邊呢就千杯不醉啊，中間有事事感恩呢，淺藍衫中檔啊踏雪尋梅啦，響入邊呢仲有隻快樂共濟，後多層嘅馬呢先見到大財追咗少少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香港仔就已經係透出咗穩勝呢場賽事，第2名嘅馬埋邊千杯不醉啊，第3出邊有事事感恩，第4名係快樂共濟啊。東舊爆笑季初喺蔡寧少胯下2勝谷草1650米，4班贏完上3班一樣照贏。到今年2月喺同程輸俾雙影紅4分3馬位跑第2，可見3班仍具備一定實力。半個身位外邊追上嚟嘅馬係爆笑，入邊有開心三寶，接近終點雙影紅贏啊！上場配潘頓全程跟跑得第8，賽後再減2分，復課神情集中，出腳有力。今次改配黃寶妮騎練合作，喺4月份已先後有8進福星及聖萬金贏得頭馬，加上抽得有利嘅一檔起步，可望憑輕磅之利重啟勝門。奔騰終點前力壓滿心聲。天德神鷹包咗落尾飛越神氣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勝在當下仲有優勢啊！外邊冚上嚟啦，線路萬里啊，埋邊爭旺揾唔揾到位呢？後多層啊嘛，馬上迎中檔亦都追，外邊大外檔有勁勇皇區中檔位置仲有男神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線路萬里，外邊馬上迎上緊嚟，出邊位置好勁啊，勁勇皇區啊，最後100零米勁勇皇區外邊逢馬過馬冚上嚟，終點前將馬上迎趕過啊！第3名線路萬里，第4名。見到中間位置快樂共濟追緊啦，埋邊電玩精英啦，外邊幸運愉快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位置仲有跨境駿馬，最後100零米負心星已經走甩咗2個身位，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電玩精英一路追上嚟跑第2，第3名埋邊係跨境駿馬，第4名幸運愉快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負心星都能夠把握到頭段擺咗喺前面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！電玩精英中檔追翻個第2。第3名埋邊，其實都追好多㗎啦，跨境駿馬。